高雄有民众反映讲，车路顶头一寡减塑的塑胶柱啊是真危险，有的厝冷，有的上底盘。交通局最近就伫大庇湖试办一款较看面的减塑台，那试办的效果袂歹哦，未来会扩大来办理。 看到路边破悬的标志，汽车来到规拢的速度放慢，豆豆经过减速台，因为就有民众反映旧式的减速柱啊会插过骨，而且伤悬上底盘。交通局选定大庇湖先来试办这款新式的减速台，目前有10搭，有赛车民众感觉这个设计袂歹，因为它跳动没有很明显，但是有一个吓阻的作用，说它会看到以后会慢慢的减速。 咱实际提笑出来量，这边无挂人行道的面跨5公尺，上悬的所在大约有15公分。另外，迄边有甲人行道做伙，面跨超过5公尺半。因为要互用路人行，所以悬度有较低。交通局讲，英国地方公所拢会家己伫巷仔口做减速柱啊。不过因为载质甲规价关系，接互民众嫌。这摆来试验新式的做法，若是效果好，未来考虑扩大推测。依规范示范了10处的 AC 减速平台，那结构以路面一体。 稳定耐用，那兼具安全与舒适。那后续我们也会将在澄清湖园区示范的成效，演绎扩大设置，那系统性的提升整个市区。虽然民众感觉减速台设计袂歹，不过也认为会使阁观察使用的效果。7月开始，大庇湖到市府代管，可能是全面免费，阁加上休热，游客未少。民众嘛反映，新划的奥多麦停车格只有距60公分宽，伤会恶停车。对此，交通局表示，原则上跨度是伫80到100公分之间，后续因会看使用的情形来做调整。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场报道。